佮来看到中部的环保团体伫今仔日公布，台中火力发电厂排放 PM2.5，和周边南投、苗栗、彰化这寡县市的空污变甲真严重。空气上歹的就是南投的竹山。环团甲当地医师拢呼吁总统候选人爱答应伫个适当内，互台中火力发电厂卖个小土炭。烽火燃眉，竹山吸毒，竹山吸毒。医生手提标语话口号，中部地区环保团体佮请人穿鸭蛋装，争做拿力白沙当总统候选人，呼吁因做伙来参与12月2日反空污行动。因日日来到台中市办行动局，而且公布台中火力发电厂排放 PM2.5，各地空品测站的数值，相关伫个南投竹山，也互在地医生险险搬离开家。曾经有一度，因为每天看到这种空气那么不好，连山都看不到，还有本身也是常常这样，那个过敏性鼻子痒或是怎么样，我都一度想要离开那个住的地方。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应用学者的数据分析，中火排放 PM2.5空品测站的高度，以竹山每立方米6.045米级排第一，第二是南投、埔里、苗栗、云林、斗南，还有彰化线西，遍布中部各县市。环保团体也点名台中市长罗秀燕应该爱招中部各县市政府向中火施压，认为要选总统的人应该爱答应4年任期内，袂当互中火搁再烧土炭，唔通互民众搁再试毒。能源甲气候是今年这几年内底上大的议题，全世界，尤其 COP28 就拄开过，所以咱的总统候选人对台湾、对世界、对地球、对人民的健康，应该爱伫这给较大的关注。那今年市府更制定了台中市重大空气污染管制自治条例草案，已经经过议会3读通过，并报请行政院核定好。那盼中央政府支持，以提升中南部的空气品质。台中市政府强调，已经含经济部达成共识，中火按算伫2025年开始2年内，会有2台核天然气的机组，一台中嘉民营氢气机组陆陆续续开始运转，到时阵会当减少土炭上无100万吨，而且制定重大空气污染管制自治条例，也会报请行政院核定。记者综合报道。